南方小李的西小门东一道，当咧听高架桥行下晡2点半，强绑起逮着6个人，目前传出讲有3个人过往，3人受伤。成功大学吊机车有2个查甫人抱本家己伫北江远水池内面的扩竹线吊起来，引起网友批评。台北市政府也要甲因罚1个人3千元。作家杨双子的台湾漫游录摕到2026年国际报曲奖出版社宣布讲，会邀请这台语诗人温若桥来翻译台文版。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26新闻世界通，我是嘉豪。想要一开始赶紧来关心这国际消息，这讲到这韩国的首尔市中心西大门区，一座当咧拆这高架桥，伫咧当地时间下晡2点半左右，是熊放落来，有6个人被护险防逮着。目前也传出讲有3人死亡，3人受伤，也造成着这京畿中央线首尔站到新村站之间的铁路列车全部来停驶。有60年历史的西小门高架桥，捌是软过首尔市中心的主要道路，但是因为安全出现问题，这条高架桥去年放入市府的铁路计划内面，但无想到到伫时间已经要到城到上尾的时阵，竟然发现桥体绑起的意外，得到下骹当地作业的人陷车。 지금 작업 차량으로 파악이 되고 있습니다. 서대문 구청 차량 맞습니다. 相对表示，这个工地伫日透早作业的时阵，就已经发现高架桥的2边有2.9公分的落差，而且佫有一边是持续一直落去。因决定暂停铁路作业，等专家来查验。下晡2点，相关人员去放条下骹做安全检查的时阵，大条雪熊放落来。 철거는 상부 수화구하고 거절을 결단한 다음에 거절한 수화구를 일체로 수도에를 들어 올려서 동점 파쇄장에 갖다 놔서 거기서 파쇄해서 관수시켜서 드론이 들어가고. 根据这些专家研判，这时间现场才有可能是无遵守标准作业定数，走落来调查的方向，会可能伫个干部因为赶工无去注意相关安全细节，也是有发现疏漏但是无需报告的状况。这个事故嘛造成6道来石头，建立到下骹经济中央线铁基路顶悬，造成韩国铁道公司暂停首尔站到新村站之间列车的运行。公司新闻有请和安路米台北首尔连续报道。 咱继续来关心这非洲的民主公国和乌干达逼出着这伊波拉病毒，拖延拖真紧，咱的外交部是赶紧来甲这旅游警示，有到有上界悬的级数，也就是来到这第4级，是呼吁民众爱赶紧离境的级数。咱若讲到非洲目前呢有10个国家恐惊爱面对着这病毒爆发的危机，也因为目前呢无经过核准的疫苗，而且民众对病院呢还佫公卫人员无够信任，这届疫情是真歹处理。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25也表示，这届这伊波拉病毒传的速度呢，已经超过应对的速度了。目前这民主公国怀疑病例有900例以上，也若死亡超过200人，认为讲有真侪是还未逼出来，这届疫情可能会真正难。 民主公国东部的这间教堂来做礼拜，民众有的会洗手挂水烟，不过现场大部分的人拢无挂水烟，而且教堂内面人真济拢无保持距离。根据非洲 CDC 顶礼拜公布的消息，除了民主公国甲乌干达，即马伫非洲有10个国家强要发生感染。Aujourd'hui, il y a plus de 700 cas suspects en Ituri. Habituellement, quand on intervient sur les épidémies d'Ebola, on intervient dès qu'il y a quelques cas, mais jamais 700. 这边感染的伊波拉病毒株是致死率差不多50%的本地布胶，跟2007年也个2012年的病毒株无同，即马也无核准的疫苗会当做，而且当地民众公共卫生知识无够，而且各种物资拢真欠，才互病毒伫短时间内传开。 na efona kwanza mingi sana asubuhi ya leo. Biko na mwanga Ebola kubawese njo nyie sasa si hapa kuwese yetu usiku batamwanga bato yote banakuwa kusema tu ya kwamba magonjwa iko, lakini tuko nakutana na maresistance na bengine wanapenda hata watupike majiwe。内政加欠缺公共常识是这边伊波拉上互人头疼的问题。即马伫民主公国东部有2座治疗中心的布棚，互人放火烧。另外，周边的尸体有高度传染性，袂用瓦罐，因果所有家属来抢尸体，所以军警伫咧边的附近对地顶开枪赶人。有一寡边即个若有布棚无围篱，定定发生攻击事件，所以有真侪隔离的患者心内会惊逃走。你啊，检验结果出来，迄个逃走的病人内面有人确诊。Donc 18 malades
qui étaient suivis en isolement se sont volatilisés pour la communauté, dans la communauté. Donc c'est encore un grand risque. Il faudra mettre à pied d'œuvre les moyens pour les retrouver. 这位组织公布的数字，公告通报的疑似病例已经超过900件，死亡有220人。不过实际数字将会比这较悬。世卫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公开承认，应对的速度已经赶不到传染的速度，和非洲疾管中心正不满。If this disease was in the US or in Europe, the medicine and the vaccine will be available. 为了要跟当地政府加强合作，赶紧控制传播链，谭德赛2日会亲自去公共民主共和国视察。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辑。伊朗代表团自5日到卡达杜哈含这卡达总理协商比伊可能停战协议的细节。不过，伫咧同一天呢，这以色列对黎巴嫩真主党攻击力头变愈强，美军也对伊朗南部飞弹基地发动防御性攻击。外界也伫咧关注讲，这中东局势变紧张，敢会去冲击到比伊谈判进程。以色列第一个暗时对黎巴嫩南部发动新一轮兵力攻势，首都贝鲁特南部的居民紧急撤离，造成严重塞车。以色列电视台报道，美国可能支持以色列对真主党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也伫2日证实，美军攻击伊朗南部阿巴斯港附近的飞弹发射基地，佮摧毁想要伫荷姆兹海峡爆射水雷的船只，是防御性攻击。同时，伊朗首席谈判代表甲外交部长已经到卡达首都杜哈。甲卡达总理展开密切协商，决定可能甲美国达成停战甲解除封锁协议细节。这班谈判重点伫荷姆兹海峡通航权，伊朗高浓缩铀库存甲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日本日经新闻引用中东外交人士的报道，美国咧甲伊朗拟定的和平空间，包含停火协议达成差不多30天了后，开放荷姆兹海峡，伊朗会将伫30天内清除海峡的水雷，方便各国船只自由安全通过。另外，伫甲美国以色列战争内底，伊朗断网络将近90天了后，伊朗国家媒体报道，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已经下令会重新开放国际网络连线。不过，安怎连线甲什么时阵连线具体机制，目前有关还未清楚。这几个月，伊朗参加世界杯脚球赛资格备受质疑，因为主办单位之一就是美国。主办国之一的墨西哥总统雪恩鲍姆日前表示，战争爆发之前，伊朗对原本计划伫亚利桑那州土桑再结婚基地，不过即马局势是真紧张，伊朗队会选所在。La selección iraní va a jugar en Estados Unidos. Creo que tiene 3 partidos, ¿no? Son 3, ¿no? En la primera eliminatoria. Entonces, los 3 partidos de la selección iraní son en Estados Unidos. Estados Unidos no quiere que la selección iraní se quede a pernoctar en Estados Unidos. Nos preguntaron, pero sí van a jugar los 3 partidos allá. Entonces nos preguntaron, ¿pueden pernoctar en México? Y dijimos, sí, sin problema, no tenemos ningún problema. 雪恩鲍姆表示，伊朗队3场世界杯比赛拢会伫比赛当日环境通勤去美国。伊朗按算伫6月15伫洛杉矶迎战纽西兰，6月2日伫洛杉矶甲比利时拼输赢，6月2日伫西加图甲埃及交手。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辑。有2个查甫人伫咧城大钓鱼社下面，找社团大小被家人电工，因甲一杯酷速先钓起来，甚至是主来者，袂输是替天行道清除即只外来种。咱若讲到这酷速先确实是外来种，不过这杯鱼仔呢是活伫咧228公园内面，已经活超过20年啊，是伫咧公园内面，毋是自然环境内面，引起网友的批评。虽然这2个查甫人有出来回实咧，不过台北市政府也因为讲因违规伫咧公园内面钓鱼，一个人上无要甲因罚3000人。台北市28公园的水池啊，看无真大只的恶畜生，2人讲是完成清除外来种的任务，将伊钓起来，煮的食落腹肚。这互常常来公园林女士讲，实在是真过分。你平常看着它那一只鱼大概是什么状态？这样很大吗？很长，好像潜水艇。抓走它来吃这件事，你怎么看？太过分了啦！这样显出在台湾是饿的这个样子吗？其实，这只鱼仔未少人指证，至少伫公园超过20年。第二时28公园路自警来巡逻，告示牌也明确规定禁止钓鱼。如果看到来抓鱼的，你们会怎么处理啊？开单，直接开单了。对，那这个池塘是禁止钓鱼的。
那基本上就是开罚3600。代志北康市调查，郭秋成的2个查甫人将影片上传成台钓鱼社面册社团，结果引起批评。然后2人出面回信里表示，直接将外来种抓来食掉，无按照正确流程处理。成台钓鱼社也回信里伫校校管理有疏失，学校是出面讲开。这件事情，请大家不要再指责成大的钓鱼社，因为成大钓鱼社也是一个受害者。郭秋成是美洲的外来种，个性正雄，俗称国旗火箭，马是性个威胁水域生态。去年假期节水底发现伊将鱼用要食了了，渔业署表示无好吃过来也无生态技术的出现伫野外，大部分是弃用，目前蓝山分布影响生态都应该移除。已经拢已经定居啊，也都没有啦，它只是零星的。假设如果它有影响到国内动植物的栖息环境的疑虑的话，地方政府就可以尽为必要的这个处置啊。渔业署搁一摆呼吁，若民众无法度搁饲吴秋生这种外来种，千万唔通撇到野外，应寻求全台水族收容站来协助，因为将这种外来种撇到野外，恐惊将家己的问题，叫做无法度收衰生态危机。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的大唐中央酒店发生可能是食物中毒案件，对台北来旅行团昨暗是规团住伫遐，暗顿早顿拢是食酒店的，早起所有12个人开始走北，这症状真有可能是食物中毒。收治的病院也随来通报，卫生局有派人去到酒店稽查采样。业者表示讲，昨暗有205个人伫遐用餐，目前敢若一部分的成员身体无爽快，因因会配合政府相关的调查。家顶伫咧吊大堂，台南市立病院2人早起8点半，连续有3个查甫、9个查某、12个台北的旅客来挂急诊。伊是25住入去大唐长景酒店的旅行团团员，迄暗抑个隔两天早起拢伫咧酒店食饭，尾后煞闹巴肚，敢若是食物中毒。大部分的症状都是上吐下泻，那医师经过处理之后，也觉得是不是有可能是食物中毒？那所以我们有请我们的感控也介入去了解。做适当的裁剪，也通报我们的卫生局。旅客经过治疗，身体有较好，坐游览车继续旅程。实际来酒店工作人员伫咧吧台边处理食材，旅客食饭的餐厅是自助式的。酒店讲，25暗总共有205人来吃，敢若因集团有一寡旅客身体无爽快，有一寡旅客讲食饭进前身体就无啥爽快。派员前往饭店进行食品卫生稽查，包括食材保存情形、食品制备流程、从业人员的卫生管理及环境卫生等。同时针对可疑食物环境检体共采样12件送验。卫生局派人去酒店餐厅查核现场环境，并且采样送检，做进一步的调查。业者讲会对迄天供餐的停事做自主查核，并且加强清销，也会保留相关食材漏样，加作业记录予卫生局调查。所来也会继续关心受影响的旅客，追踪因健康状况，并且表达慰问。记者综合报道。台中有一间国小的家长铺文投诉，讲囡仔营养午餐内面呢，这冬瓜丸仔汤加那9粒丸仔，毋过因全班有30个人，老师竟然用抽考的方式来分。学校是解说讲呢，是业者的失误，会依照合约来甲因记点。因为卫生局是要求学校要加强行政和通报的教育训练。台中一间国小的家长伫网络铺文反弹，囡仔25伫学校食营养午餐，当这汤是冬瓜脆丸汤，一汤内底干呢9粒脆丸，暗过一个班级有30个学生，这老师用抽考的方式来决定啥人用食丸仔，学校出面来说明，承认安尼方式无适当。少数比较之前的老师，他没有那么了解学校的一个规范，所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备品，而有采取这样的一个模式。所以这部分是我们学校行政端这边的疏失。应该至少每个人会有1颗，这个才是正确的。那的确所以像昨天有的多，有的少，那这个是我们就是厨师在配料上的一个疏失，这个我们会再加强改进的。学校开紧急会议，各调查全校6个班级。发现其中有4个班级的丸仔数量确实无够，学校解释是团膳工厂分配流程无够精准，班级的老师第一时间也无反应。有时候比较晚一点去盛，他前面都已经没有了，他还是回来跟我们讲说那怎么办？我说没关系啊，反正这一餐没有吃，下一餐也一样有的吃啊。我们应该是要解决问题，然后要去思考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请厂商给出一个合理的方案。
厂商表示，都只采用化方式来分配，地处分配无平均，未来会搁加强相关的训练。学校也强调，中昼长廊备分，若发现数量不够，拢用第一时间来补充，未有吃未饱的情形。支付了后，间接调查要求老师供餐的数量到流程的控管。教育局高度的重视，已要求学校加强行政及教师午餐供应流程、教育训练，避免类似情形再度发生。市府表示，115学年度开始，会增加扩大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将设立各种小学生也读的受惠对象。未来会将供餐的流程管理列为加菜重点，为源头来严格把关。记者综合报道。民主是用老货换来，唔是会当互你当做买卖。这南韩的 Starbucks 伫5月18日，广州民主运动周年纪念日当天呢，办这大卖的这个活动，后面个战车日，却引起民众批评。就算这星巴克甲这执行长开除，也无都甲这个风波打动。即马宝公司新世界集团会长亲身出来回息咧，也承认讲这本案确实受过失。伫台顶阿休行礼，南韩星巴克母公司新世界集团会长李永定再去亲自会室咧。 이번 스타벅스 코리아의 부적절한 마케팅으로 인해 많은 분들께서 깊은 아픔과 분노를 느끼셨다는 사실을 저는 매우 무겁게 받아들이고 있습니다. 这件不同行销风波是南韩的星巴克伫顶礼拜日杀坦克日随行杯促销活动。不过，这天5月18日也是广州民主运动46周年纪念日。坦克日这个词，好像侪人想到1980年军政府出动装甲车飞行镇压抗议民众的情形，引起民间强烈的反弹。 连韩国总统李在明也对这项促销活动表达谴责，认为这是一种否定韩国基本人权甲民主的广告手法。广州民众的反应更加激烈，发动抵制活动，将星巴克咖啡杯讲破，小顶头写着4字2的大纸出气。星巴克虽然伫过当天就将执行长辞掉，搁发表书面声明道歉，也是无法度按打民众的愤怒。消费者抵制，和星巴克业绩敢若细胞共款规个搬来。新世界集团会长郑永定一礼拜后赶紧出来回息咧，公司进行内部调查，查看是毋是有人调工半人，确实是审查无够周全。 마케팅의 적절성을 우선시하기 위해 과거에 진행되던 법무팀의 검증 프로세스도 진행되지 않았습니다. 이번 사안은 실무자의 과실 여부를 넘어서 스타벅스 코리아 내부의 사회적, 역사적 민감성 부재를 드러냈습니다. 不过，涉案的5个人内面，负责提出坦克日个性的3个员工，以保护个人隐私为理由，无愿意交出手机啊。后内部的调查拄到阻碍，这么案件已经交予警方侦办。新世界集团强调，会积极配合警方调查。若是查出有人调工策划这项活动，伫历史空水顶头秀言，公司会追究相关责任，并且把当事人辞掉。公司新闻暂回面报晓。 台湾作家杨松主的台湾漫游录摕到今年的国际报曲奖，出版社宣布会邀请台语诗人温玉桥来翻译台文版。温玉桥表示，讲翻译台文版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加是文化上意义。出版社也讲，虽然台文出版成本较悬，起草不一定会好，总是希望读者会当用家己的语言来读世界级的作品。 The winner of the International Booker Prize 2026. is Taiwan Travelogue。台湾作家由上主创作、金陵翻译的长篇小说《台湾漫游录》，摕到全球上重要文学奖之一——国际报曲奖。小说咧描述台湾日治时期两个女主角由台湾食好料的故事。这种消息出来，小说都袂甲欠货。出版社虽宣布要加印7万本，即马出版社嘛讲要推出台文版，搁邀请甲赖总统做伙读台语诗的日会闪示作者、台语诗人温玉桥来翻译。比起翻译做英文版，是互读者能理解，伊较像是一款文化上的一个回去迄个时代的这款意义。台文版伊则讲，翻做台文版，毋若是语言转换尔，更加是属于文化上的意义。出版社讲，推出台文版是济人期待足久的成果。安那选择温玉桥做译者，毋若是因为女性身份通表达小说的幼露，女性甲女性之间的配合情谊，伫温玉桥起译了后，嘛得到台湾前辈的肯定。暗藏很细腻的百合情谊，所以我们当初在找译者的时候就觉得。
得，若能有另外一位年轻女性来诠释，那就可能会激发很不错的火花。台文书在市场上可能是困难，可是它其实必须要慢慢累积，就是不做其实就没有。出版社讲，虽然台文版的成本较高，字草也阁无定着，不过伫台湾总是期待读者会当用家己的语言来读世界级的作品。记者郭金阳、王志光台北报道。2026年的国际报曲奖颁发予台湾的台湾慢游录，创下台湾文学史的新纪录。那国际媒体3次报道，这本册伫伦敦的册店也袂甲空空。两位得奖人杨双子和翻译金玲，也伫伦敦用文学讲出台湾的主权和民主。被认为是世界上影响力的翻译文学奖国际报曲奖的颁奖之夜伫伦敦举行。纵观台湾文学史，100年来，我们其实不断地在探问：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未来？台湾人想要什么样的国家？台湾人历经殖民政权，面临侵略的威胁，在力量悬殊的强权面前，文学有力量吗？而我始终相信，文学有力量。得奖的迄一日，英国各大主流媒体拢用头一本得英国报曲奖的中文小说做主题，大篇幅报道台湾慢游录。随后2天，为 BBC、纽约时报到各国主英媒体拢请我来。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是超过册本身，甚至有人问传习会议题。如果你在乎，台湾能不能继续作为我们现在有的台湾的话，这一切都是需要关注。就是不止我们要关心国际的事情，其实我们的行为到底对国际发出了什么样的讯息，这件事我们有没有意识到？然后很多时候好像没有，我可能也做得不够好。杨双子反正免出声，因为透过伊的册，答案已经铺出来啊。朝日新闻专栏特别引用册内底一句话：世界上无啥物是凭自私的善意，搁较无受欢迎啊。记者报道，国际强权咧小演的时，咱敢有关心过台湾人民真实的感受？杨双子金玲伫英国10天的奇幻之旅，行入去校园甲各大册店，讲台湾食米、是民主甲同性情感，一字一句拢咧传领世界认捌台湾人。颁奖典礼翻转工，咱实际行入去伦敦的册店，发现典礼进前才补回台湾慢游录已经红扫了了啊。I think most stores in London are sold out of it as well. 杨双子甲金玲的伦敦奇幻之旅有终点，不过台湾慢游录前进世界脚步才拄要开始。公司国际记者洪雅峰英国伦敦采访报道。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嘉豪，咱再会。